個超幻想魔法好撚有呢個咧就係啱啱都唔係話記得另外一個方物業估價報告喺各地生活中有好多唔同，無論係對於個人定係企業，都有唔同情況需要估價報告。物業估價報告通常出現喺以下幾個情況：移民申請、報稅、會計、訴訟、買賣參考等等。測量師會根據客人唔同需要，決定報告格式，撰寫物業估價報告。物業估價服務包括住宅樓宇、村屋、農地、寫字樓、商鋪、工業樓下、倉庫等物業，仲有販賣整土地同其他特殊類型物業估價，以符合旅客嘅需求。如果覺得呢段文幫到你，歡迎加入subscribe。如果有其他問題，可以直接同測量師講聯絡。分隔咧係共行咗呢個大國軍實習，譬如係完全咧唔個邊個而咧整個以前咧西方有啲嘅但係今時今日咧國際個監視同成嘅多咗好多優勝啦，佢哋嘅西方係咪已經過時啦？世界而且亦都唔應該淨係由西方國家所組成。其中一位代表人物咧，成個亞太喺新加坡嘅國家，亦都係咧知名嘅。今日同大家講一講自主影法，通過呢一本書咧，我哋知道咧亞洲點樣一步一步咁咧翻到去世界嘅世界大局之後，所以今日同大家講呢本書，即係亞洲世紀馬可石嘅結果。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作為一個中國人，我相信大家都正係一個中國人。Sugar Crush。嗱，而家全世界咧都好驚，就話股災，咁Ivan Sir有咩講？其實咧呢啲點講咧，係每兩三年都會有一次，係跟住大有少少會議。Hydrogen peroxide 係牙醫界裏面超過50年嘅美白成分，經過滲入到琺瑯質內層，由內到外去除牙跡。